終於等到冇晒人啦！我今日咧就喺深圳啦，咁就喺比亞迪啦。咁啊，後面呢一部咧就係騰勢 N9 全新嘅豪華 SUV， 有幾豪有幾特別咧？而家同大家睇下。先講下 N9 嘅資料，部車嘅車身嘅車長咧就係5.28米，闊就2.03米，高咧就1.83米，軸距就係3125mm。嗱，就咁睇咧就已經相當之大部。佢嘅最大離地間距係222mm， 接近角21度，離去角22度，有550mm 嘅攝水能力，能夠輕度越野。嗱，至於智能駕駛輔助系統天神之眼咧，亦都當然有加入啦。版本咧就係天神之眼 B。嗱，想睇翻咧天神之眼表現嘅朋友，可以睇翻呢一條片。另外佢就採用雲鏈 A， 雙腔氣壓懸掛，可以調整懸掛嘅軟硬。動力上邊 N9 咧就用逆三方技術，用插電混能技術。2.0T 高效發動機，加上680 kW 前後3電機，電池容量47 kWh， 純電嘅續航力就有200公里，綜合續航咧就超過1300公里。嗱，每小時0至100公里加速只要3.9秒，而且亦都支援後輪轉向啦、圓規掉頭、蟹行模式咧等等嘅功能。發佈會上邊，比亞迪亦都特登提及 N9 嘅安全性，佢哋分別咧做過高速行車時候爆胎，同埋高速行駛嘅時候反車嘅安全性。路籠咁大嘅空間咧，就當然有好多靈活運用嘅方式啦。嗱 ，N9 咧提供前排影院、後排大床、4人舒享等等嘅座椅調配方法。至於冷暖凳啊、按摩啊、零重力啊，就一定有齊添。嗱，佢個中排咧，我而家暫時坐下。嗱，我哋之前就試過即係騰勢 D9 啦，香港啊最興嘅 D9。佢呢張凳咧好過D9 好多。嗱，呢張凳嗱，首先我而家開咗個按摩座椅先嚇。咁但係你發現咧，佢嗰個坐墊咧係有一種好似梳化咁 cushion 咧坐咗落去嗰種感覺嘅。一坐咗落去感覺之後，但佢又唔係好腍嗰隻嘅喎，即係佢仲有承托力嘅。但係咧，佢嗰個舒適嗰個柔軟度，佢令到你覺得同我屋企坐一張梳化靚梳化啊，可以包住個 pat pat 係一樣嘅嗰種感覺，係舒服嘅。咁啊，當你嗱，我而家 feel 下嗰個椅背，我因為個椅背承托力好夠啊，因為嗰個椅背咧係即係向前頂住你嘅，因為我成日都同大家講，我係中意頂住即係嗰個椅背嗰件事噶嘛。咁所以你坐落嚟嘅時候，好有一個嗱，我就唔係話有好有咩包唔包覆感嘅呢件事嘅。咁佢空間一定係好足夠嘅，非常足夠。呢個就唔需要多講啦。咁豪華就一定係啦，佢仲有呢個電視一個 mon 嘅 ，OK。咁呢個乜鬼嘢嚟嘅咧？嗱，呢個係個補光燈。咁咧就俾太太們咧、女士們咧就可以補光啊、搽口唇膏啊、化妝啊咁樣嘅，好貼心呢一個咁樣。之後咁梗係仲有，佢一定係啦呢啲，成日呢個哇佢仲可以擺手機嘅，跟住擺平板嘅，呢個餐桌啦。咁啊冷氣出風口咧，其實喺左右兩邊嘅就。咁跟住之後，你會發現，因為其實佢好標榜佢因為豪華嘛，咁點樣先令到突出嗰個豪華感覺咧？就係嗰啲木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佢喺發佈會上面咧，好強調講到佢個內籠，無論佢喺駕駛席，無論佢喺中排座位，佢嗰啲木咧都係靚木啊，摸上去好觸感啊，啲皮又好靚仔啊咁樣嘅。咁所以喺觀感上面咧係一流嘅。咁佢仲有個冰箱添，有個雪櫃。呢個而家基本上呢啲內地嘅豪華嘅 SUV 咧就已經係一個標配嚟㗎啦咁樣。咁所以我係好滿意嘅。即係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同大家試駕到，可以 feel 到。嗱，佢上邊其實都仲有嘢嘅。嗱，我試搞咁個仔先。幾方便？超方便啦，真係嗱，上到嚟，唔使自己閂㗎，我閂門。後排呢，我不想跟你說這空間有多大，這樣跟你說 MPV 有，它都有。雖然咧未有試坐到第三排座位啦，但係以呢個軸距咧，我相信就唔會太差嘅。嗱，至於小朋友坐第三排都應該唔會投訴。應該好快咧就會瞓着，就唔會嘈咗你揸車。嗱，功能上邊咧就只有暖燈，嗱，杯架啦同埋 Type C USB 頭都有齊，可以俾佢哋咧就駁住電打機，而且坐墊咧仲可以升高同埋降低，遷就到唔同人嘅坐姿。尾箱容量咧，第三排座位冇收摺嘅情況之下，都可以放到5個細篋，成套高爾夫球棍裝備咧都擺得落，收摺式單車亦都冇難度。車價咧就由38.98萬人民幣起。咁會唔會嚟到香港呢？暫時咧就未有消息，但係我覺得部車咁大部，加上嚟到香港嘅稅咧又唔同，即使部車喺內地性價比高，香港嘅市場會唔會反而咧水土不服？咁我哋而家就嚟到場地啦。咁頭先我哋嚟嘅時候咧，都發現咧，其實呢個好犀利啊，真係。咁比亞迪咧就將成個地方就變咗好似類似一個交通城咁樣嘅嘢。咁啊，所以咧，陣間我哋就會喺呢個交通城咧，就去體驗啊自駕啦，同埋其他嘅一啲嘅路面嘅情況嘅咁啊。咁我都好期待其實件事會發生
生成點樣樣。去完 N9 發佈會嘅第二日呢，我就參加咗比亞迪嘅另一個試駕活動，俾我見到一部咧極有可能會嚟香港嘅 Atto 2。呢部 Atto 2係非常之新鮮熱辣，因為啱啱喺比利時嘅布魯塞爾車展亮相。嗱，車長4.31米，闊1.83米，高1.68米，比 Atto 3咧就短咗15cm，軸距就2.62米，亦都比 Atto 3短10cm。部車嘅外觀比 Atto 3更加之簡潔，因為以歐洲市場為主啦，所以咧好有歐系車款嘅感覺。Atto 2咧用 ePlatform 3.0，用磷酸鐵鋰嘅刀片電池。續航力以 WLTP 標準咧就係312公里。消息就話咧，比亞迪之後會為 Atto 2提供更加大嘅容量電池版本，續航力有望咧可以達到400公里添。至於馬力啦，會用單摩打，要177匹。隔離一部咧就係 Atto 2。嗱，呢部車咧其實好有機會嚟香港嘅，所以咧我今次有機會就即刻同大家咧就走一轉試一試先。呢部車咧其實比我想象中更加有驚喜，成個 setting 咧就並唔係大家諗到咧係咁家庭向嘅，其實佢幾好玩嘅。因為頭先咧喺減速膊啊、沙林啊、扭樽啊咁各樣嘢咧，其實發現佢輕巧、靈活、懸掛亦都唔係想象中咁臨時，可以去撐到起部車。你喺好急速嘅過彎嘅表現嚟講，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唔錯嘅操控感俾你。呢個係幾喜出望外嘅一件事嚟嘅。咁所以希望快啲嚟到香港，可以同大家做咗個詳細嘅試駕。我覺得車價只要唔過20萬，呢部車喺香港咧絕對有極大嘅市場潛力。嗱，我啱啱咧就試完部豹5啊，嗰個攀爬嗰個能力啊，嗱，豹5咧同埋喺隔離攞一部 Pickup 咧 Shark 咧，頭先咧我都坐過啦 ，Shark 我冇揸過，但係我就作為乘客坐過。咁兩部車裏邊嘅攀爬能力其實係一樣都係強嘅，但係有個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因為豹5咧始終係 daily user，因為佢係 for 呢個日常駕駛應用啲，所以咧但佢嗰個懸掛咧係會 set 得咧係比較柔軟少少。咁咧 Shark 咧其實咧就係絕對咧係 for 一個比較硬朗啲嘅一個越野嘅感覺嘅。所以咧我哋頭先喺一啲即係高低差嘅位嘅時候咧，我係會發現咧，其實呢部車咧，其實佢嗰個你發一上去就係會遠少少嘅，你會發現嗰個左右傾側度咧係會浮啲嘅。咁咧，但部 Shark 咧就硬朗啲嘅，發現佢本身個車嘅車架嗰個 suspension 嗰個彈簧嗰個越比較硬朗啲咧，呢部車會定啲嘅。俾個信心大啲嘅 ，OK， 咁但係好易強調就係佢兩部車嘅攀爬能力一樣嘅，因為佢用咗同樣嘅即係底盤平台嘅咁樣，部車佢依然都係有一個好強大嘅越野能力啦。所以咧呢部車本身嘅定位就係你日常駕駛，但係當你想要玩下啲越野嘅時候，佢又可以滿足到你咁樣。咁同埋佢最好嘅時候咧，頭先嘅教練都講咗，就係佢有好多嘅鏡頭啦，亦都可以咧見到晒成左右兩邊側位啦，跟住之後頭先我哋攀爬去。即係上坡嘅時候咧，更加可以咧撳前面嘅鏡頭咧，就可以比較容易睇到嗰個落坡個情況。咁呢啲都係而家即係新科技帶到俾越野嘅時候咧，更加好嘅 setting 啦。咁我哋呢啲新手駕駛、新手嘅越野駕駛者啊，尤其係咁啊，更加啲得心應手，更加可以享受到嗰種嘅越野嘅樂趣啦。咁咧就嚟到尾聲啦。咁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啦，體驗咗咧就係即係比亞迪嘅精心安排嘅一個活動啦，就係我哋可以咧喺一個咁靚嘅場上面就試到唔同嘅車款啦。咁所以我冇試晒咁多部車嘅，我試隻應該會嚟香港啦嘅呢個即係豹5啦，同埋呢個 Atto 2嘅。我喺條片嗰度咧，咁我都講咗少少一啲我好快速試完之後一啲用後感。我哋希望咧之後佢可以快啲嚟香港，我哋可以做個詳細嘅試駕就係咁啦。